喺今個主日，我哋將東方博士放置喺聖經裏面。值得我哋留意嘅係，我哋通常唔會將佢哋直接放喺馬槽旁邊，而係放喺距離馬槽上有一段路程嘅地方，甚至乎係喺聖堂嘅另一邊。呢一種空間上面嘅距離，象徵住尋求嘅過程，象徵住佢哋仍然喺路上跟隨緊星光，一步一步咁樣走向真理，認識呢位救主。關於呢幾位神秘嘅訪客，馬太福音第2章描述得好簡潔，就係話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。佢哋話：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經文並冇交代佢哋嘅名字，亦冇確切講明佢哋嘅人數，只係提到佢哋獻上咗3樣禮物。教會傳統豐富咗呢一個敘述，後來傳說常常話佢哋係3位智者，分別係加斯柏、麥基爾同埋巴爾薩澤。喺好多嘅藝術描繪裏面，佢哋往往代表住唔同嘅年齡階層，有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以及唔同嘅種族膚色。咁樣唔係隨意嘅編寫，而係蘊含住深刻嘅神學信仰意義。咁樣做宣告咗基督嘅降生，唔單止係為咗猶太人，更加係為咗萬邦萬民，無論係邊一個民族、邊一個年齡層，都被呼召嚟到上主面前。從歷史嘅角度嚟睇，佢哋極可能係嚟自波斯或者巴比倫嘅占星學家或者祭司，係一班擁有極高知識、善於觀察天象並尋求真理嘅人。其實呢啲外邦人僅僅憑住一粒星嘅微光，就願意離開咗安舒嘅家鄉，踏上充滿咗未知嘅旅程。佢哋冇詳細嘅地圖，冇先知嘅預言書卷，只有對真理嘅渴慕。反觀我哋，今日嘅我哋擁有整本聖經嘅啟示，擁有教會嘅傳承，但我哋有冇呢一份勇氣起行？博士們面對希律王嘅權勢同埋詭計，仍然堅持尋找嗰位真正嘅君王。佢哋代表住所有喺生命曠野當中尋求上主嘅人，嗰啲不滿足於現狀，願意付出代價跨越文化、舒適圈，甚至冒險去尋求基督嘅人。今日我哋又願唔願意成為呢一班願意尋求上主嘅人，有勇氣回應上主嘅呼召，去起行呢？